赛事圣杯。 鹿港哦，咱台湾和圣宫请示坐杯。2019马祖祈福文化活动都要到尾声咯。咱这是转型创新的一个文化活动，但是呢，宗教的部分，咱尊重咱的这个庙宇看伊呢配合着当地的这个特色。 因的这个习惯来做这个相关的安排。伫第一天，咱11迄天看到咱遮侪乡亲，大家呢争相哦要转桥骹，连续绵延较2公里，互我足感动的吼。咱大家拢是妈祖的这个信徒，会使讲拢是互妈祖保庇大汉的。看到大家出钱出力，伫咧扶持咱的妈祖婆。 我相信咱的妈祖婆更加会这个会一定感受会到，会保庇咱所有众善信，拢舒舒服服、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处理大事吼，平安大赚钱安尼吼。咱这一次的这个改变，当然第一次来举办，也有真侪来改进的所在。转去，咱的文化局会阁招咱的所有宫庙，阁听到大家声音，看如何来办，有法度甲咱的宗教、甲咱的文化、甲咱的公共、甲咱的产业、甲咱妈祖慈悲关怀绿色情，咱继续甲发扬光大。我相信哦，透过大家的力量，咱的互相相敬，一定有法度，互咱地方更加进步，是更加甲咱妈祖的这个神威发扬光大。 而且感谢这3天来，咱福安宫以及咧咱的这个真侪的民意代表，包括咱13间这个宫庙，甲咱的这个管务团队，咱的这个工作团队，甲咱真侪的志工共同努力，互咱的今这个活动会使顺利圆满吼。这个公益的晚会欢迎咱的乡亲哦共襄盛举。那每年呢，咱即摆有1年的时间来筹备吼。 伫咱的这个时间，会是伫咱的这个第一届筹备会开始了以后，才会搁拨批确定咱每年举办的这个时间。而且感谢咱福安宫这段期间来的付出，嘛未来搁拜托咱的这个王经福海宫的这个拜托搁互因接棒，互咱一棒接一棒，棒棒都是强棒，共同为咱这个国家来祈福，为咱地方互咱的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冠军昌扬事情顺遂，咱所有乡亲好朋友拢平安快乐，赚大钱、积大财、大赚钱，安尼好无？好，福安宫担任2019的这个路子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咱全心协力来主办这次的这个活动咱也非常感谢着咱这13宫庙的这个妈祖大庙共同来配合着咱这个关政府来推动这个妈祖文化节这是非常这个神圣的这个盛会相信呢这个2020这个年咱这个新罗主咱王经福海宫相信呢咱这个林书记拄仔了因为这个委员会团队咧一定办了搁较这个在车样搁较这个完美因为因有1年的时间福安宫才短短这几个月就来办理这个活动再次感谢咱全国这个乡亲时代大家到福安宫来拜妈祖软桥骹这3天的活动咧带动。这个每一天大约拢有这个2万这个信众来参拜这个感谢。